湾雕的一个品质，其实跟国外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的品质是比国外还要好。我们自己有养殖渔场，那我们每天在抓那个台湾雕的时候，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的把关，会去试它的有没有臭土味，或者是有没有农药残留，或者没有放药这一些，品质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在竞争上就是价格我们会比较高一点，也就是我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可是当我们的产品到国外的时候，让大家是试吃的时候，他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跟肉质都是比其他国家的比那个台湾雕其实是还要好的。台湾雕在国际行销的第一个那个货柜，由台南渔业公司呢来处理到新加坡，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行销部分呢，能够分散过去一直比依赖于美国市场的部分哦。那从新加坡里头先做起点，那未来呢，不管是韩国或日本的话，也会陆续推广这些那个加工品的行销。台湾雕的加工厂的部分呢，过去他们都要送到高雄跟嘉义来做加工，尤其台湾雕的那个产地面积在台南是算全国第一，已经占45%了吧哈。也就是如果第一个运送路途的就近的话，还有增加一些我们就近渔业处理的一些人的工作机会，在地食材在地处理是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那也希望说透过它能够让吸引更多的加工厂能进来，还有我们的渔民的一些渔获可以及时性的处理这样子。将军冷链的部分呢，即将在10月之后呢会交付给厂商来运作，那也会成立第一个在台南市的第一条针对台湾雕的一个加工线。那也期待说未来在去化这些台湾雕的一些生鱼的部分呢，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加工处理，然后延长那个销售期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么我们积极开拓外销的通路，这次在新加坡食品展里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台湾雕这次获得新加坡采购商的肯定。因此呢，在4月份的食品展结束之后，现在7月份马上就有第一柜的台湾雕销售到新加坡，有蒲烧雕，也有炸鱼块。那么也有整只的这个鱼的条冻，那也有可以用在火锅的鱼排，品项相当多，可以进去新加坡市场，这是非常好的。过去台湾雕销售的这个外销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相关的检验都能够合格。这是我们前进新加坡，相信一定能够新加坡市场的开拓，渔民还有我们的农业局都相当有信心，未来还持续会把我们台南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包括台湾雕或者是虱目鱼或相关的农特产品，渔产、水产品，能够销售到国外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9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连接永康甲新怀新湾桥，因为已经是高龄45档的老桥，桥面下只有8米，造成民众过路相当危险。伫中央的补助拓宽总经费4.1亿，经过2档多时间，上午正式举办通车典礼，大大提升永康新华之间的交通效能甲安全。全年永康甲新怀新湾桥已经是高龄45档的老桥，原本桥面就有8公尺，也看见汽机车相争相当危险。不过，伫争取中央营建署补助，总经费4亿外工程，经过超过2档的中建，18号地方拢抱着欢喜心来见证，共同迎接这座新桥的诞生。3、2、1，请冻结！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通车典礼圆满成功。112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
桥梁设计以水蓝色护栏融合周边地景甲水文的元素，加上道路两边嘛规划人行道，相当安全舒适。其中邻近伫担任议员到立委期间，积极争取将有了成果表达行为。我互乡亲栽培，做着立法委员了，第一件会勘吼，就是向咱林里长吼、方莫里长吼、伫乡里长共同来会勘这个桥，咱就是要进行会勘这个拓宽的工程。多谢吴新修署长大力的支持。跨过咸水溪新湾桥通车以后，大大改善当地交通尖峰时段的塞车，嘛缩短民众探往台369线的通勤时间。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了安平知名游艇酒店正式通过交通部观光署5000级旅馆的认证，嘛成为台南市第一间 BOT 的5000级酒店，替台南市大房产业佮加添光彩。请检查。2022年开幕的知名游艇酒店边仔就是台南市安平港水景，成为亮眼的新地标，嘛是台湾唯一有专属游艇码头的酒店，而且也阁是以 BOT 模式经营，即马正式升级做5000级酒店。星级评鉴要先从那个卫生食品呢做起也透过呢5星评鉴呢让我们公司的同仁在这个工作的一个秩序顺序清洁度各方面的讲究更加的细腻。以在地文化为核心，积极推动台南特色旅游。2024年更成为总统就职国宴指定场地，以高规格招待外宾。最近更甲国际知名 IP 小小羊举办主题活动，结合在地特色甲国际元素，展现台南多元丰富的观光魅力。那以这个台南市整个这个观光的这个饭店的范围来说，安平还有中西区是2大地区。那福尔摩沙加入之后，我相信这个安平的这个旅宿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加蓬勃。根据着观光旅游局统计，去年旅馆民宿业者总营收高达113.3亿，5000级旅馆加入，向前提升台南观光服务量能，会当吸引更加侪游客来访。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港业技术研究院18号伫台南桂林沙仑历年科技示范中所举办创新周，主要有锁定产业转型应用论坛，现场嘛同步展出精灵创新、循环材料、数位转型甲新兴产业等4大主题，有超过30项创新的技术来协助咱台湾产业升级转型。日前，台南市风灾马上支援台南停电地区民众用电的依靠，伫沙仑验证会当直接应用伫发电的绿安转氢平台，还佫有加强勇士场自动化管理甲监测的双检机器人，这一项一项的研究成果，拢伫咧沙仑历年科技示范中心港研院创新周当中。我们这次在这边有2天的时间，叫做South Future， 这一次展出大概有30个技术，那很多技术都已经走入市场。那目前呢，我们这样力能的科学城，将来还要朝向 AI 以及我们智慧化机器人来方向发展，也感谢中央政策的支持啊。今年活动聚焦伫 AI、半导体、智慧医疗、精灵营销、机器人、无人机、新创等领域，推动家团营销甲跨域创新的精神。另外，注重南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论坛组织国内外产官学界对 AI 百工百业、材料、能源、农工到智慧制造等多元面向，分享上新的研发成果甲应用案例。希望工研院除了协助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之外，怎么样努力来协助我们的百工百业，能够除了数位转型，现在还有智慧化，能够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均衡发展。
咱台湾伫国家产业当中有着关键角色，毋仅是半导体力量甲智慧制造的重要基地，更推动数位转型甲净零影响。未来将持续研发投资，培育人才，促进创新应用甲在地产业的结合。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福勒蒙教育基金会执行长沈庆龙的第一版课程以艺术初心、水的游踪作为主题，对9月19到10月19在台港文化中心展出。作品除了呈现伊多年来以画笔记录世界水，嘛日前邀请民众来欣赏，做伙行入伊的艺术世界。当年投身公益。新疆福勒蒙教育基金会执行长甲董事的沈清荣，虽然工课真无闲，但毋捌袂记咧创作的初心，将伊走访世界各地所见所闻、美物美景，透过画笔展现，互观赏者行入去伊的创作，感受世界美好。这一次非常荣幸在台江有这个机会来展示，我的日常就是一些画作是包括我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还有平常对于大自然的一些喜好，然后用一些画作的方式留下来，所以主要是表达我对艺术的这个热爱，还有这个美的由衷我。到世界各地去留下这样的一个痕迹，都是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脚印。那希望大家在看画作的时候，能够找到你们自己的感动与美好。福勒蒙教育基金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持续亲近教育甲艺文推广。去年甲市府文化局合作，台港囡仔第一档美术课活动，互囡仔亲近艺术，启发创意，重视囡仔艺术早经教育。这次活动嘛邀请到康桥幼儿园的师生，以及真侪艺文界贵宾共同参与。沈执行长把自己的一个过去游历世界的一个机会，我想现在大家都来出去佚佗，都摕手机啊咧翕嘛留下美丽的倩影。我想沈执行长除了把自己美丽的倩影留下来之外，他也透过画笔将他所看到的世界的美。透过他的画笔记录到画布上面，记录到画面上面，让大家能够透过一个艺术家对于世界的一个观赏，还有他对于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面的一个想象。森迪从小的时候，他就对这个美术很有兴趣，很有美感。人不离笔，笔不离人，这表示他从小的时候已经开始用笔来记录他所看到的东西，这是很难得。到了他以后出国去留学，然后旅居在外国。虽然旅居在外国，但是现在是来来去去。但是他不忘的，到哪个地方去游览的时候，会把那当地最漂亮的花、树，还有景色，就把它画出来。沈庆荣用画笔记录旅程当中的各种景色，透过画笔发生一幕幕具有生命力的感动。欢迎市民大众做伙来到台港文化中心看展，感受艺术美好。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7月受到丹纳斯风台侵袭的台南沿海真侪间学校，因为校园设施毁损，造成学习资源欠缺，所以工业技术研究院甲主席基金会合作，赶伫9月开学进前，募集再生电脑、二手的图书甲家具等等，协助16间国中小顺利开学。
为了避免台南沿海受风灾冲击的各中小，袂因为硬体毁损无法度顺利开学，所以工业技术研究院甲资助基金会再次合作，结合再生电脑团队的技工力量，伫上短时间就募集40台笔记型电脑，超过2000本的二手儿童册刊，以及再利用的图画、刀啊等141件物资，互12间在区学校会当安心开学。这款爱心的行动，三方面嘛选定17号正式举办观景仪式，中面温馨。南部地区的淹水，特别是学校，很需要我们给予协助。那刚好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又可以运用我们的平台，所以我们这次非常很棒的一个机会，我们跟慈济把回收的电脑可以在这次有紧急赶工的40台可以送给学校。另外呢，我们依据学校的需求，像我们的可以再利用的柜子啊、铁柜啊或桌椅，总共有141件。那我们也都在如期在开学前送到各学校，让学校赶快把这些准备起来，让儿童可以用。我们跟工研院的合作，不只是在救灾科技的一些研发，我们现在对偏远地区的教育、偏远地区的包括许许多多的结合，包括救灾的无人机，都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我想这个就是社会爱的一个展现。观景会中包括客家、七股、北门等12间各中小校长，或者是代表拢教教，由教育局副局长代表受证。感谢工业技术研究院甲资助基金会落实公益科技，互学生学习无中断。这个 ESG 的精神是工研院所秉持的。我看到了工研院把这个相关的物资都已经送到学校来了。那我们学校就好好的应用，尤其甲中国小啊拿到2000本以上的这个图书，要大力掌声，谢谢一下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在座的工作的伙伴们啊，你们都有捐到书啊，你要好好珍惜，你要给小朋友讲，以前每一样做好读册。这一定是的嘛，很会读书的拿到那个受赠之后的书，孩子要更努力读书。虽然面对突然间的风灾打击，不过三观学研满满爱心行动，让学生感受社会大众的支持甲陪伴。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电视再次伫国际美食的舞台出名，因为英国知名杂志《Time Out》最近公布亚洲10大街头美食城市的推荐，结果台市获选亚洲第6，嘛是台湾唯一入选的城市。不止展现台南美食的吸引力，嘛再次站稳台南美食之都的地位。市长王伟出席归零食办道宣传活动时，特别表示，《Time Out》杂志公布亚洲10大街头美食城市上榜名单当中，包含马来西亚槟城、越南的河内、新加坡、印度的孟买、泰国清迈，离第2名就是台南，也是台湾唯一入选的城市。非常高兴，台南市又荣获英国知名媒体《Time Out》公布亚洲10大街头美食城市的榜单，进入第6名哦。这几年，在台南市政府以及所有市民的努力下，包括像《Time Out》、英国国家地理杂志、CNN 等著名的国际媒体，纷纷将台南列进值得造访的城市或是美食之都。此外呢，著名的新化果菜市场在2019年也曾经获得 Driving and Design 香港设计奖的银奖，而台南市中心的和乐广场在2021年也夺下全球卓越建设奖。台南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是个古都，但是不断的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我们有数百年的文化底蕴，再加上丰富多元的美食文化，相信在未来世界各国的旅人以及国内的好朋友们来到台南的时候，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台南味。根据参考评比，街头美食城市的亮点在于平价、便利、多样，不管是伫咧小巷，也或是夜市，拢会当简单找到好滋味。台南市的街头美食经典代表包含打面、生鱼意面、牛肉汤、米糕甲碗粿等，拢是游客甲在地人上喜爱的口味。台南的城市观光过去嘛连续得到多项国际媒体好评。这次荣获亚洲10大街头美食城市，不仅再次将美食之都的名号推上国际，也为观光行销加添力量。
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美食甲文化结合活动，并加强夜市的规划，食安卫生甲国际宣传，互更侪人认识台南街头小吃魅力，吸引更侪国内外旅客前来品味古岛的风情。台南新闻综合报道。迎接中秋节，市长吴韋燮日前在苏州往电视购物平台来直播，亲自促销台南在地优质文旦。原本是限量200箱，每一箱6公斤重的文旦，真紧就卖完。后来追加400箱同款抢买，显示消费者对台南农特产的支持。台南满岛的文旦特色，因为皮薄、汁济。甜度高又搁淡薄仔卫生的风味，长期受到消费者喜爱。今年虽然当着风灾甲着大雨的影响，产量有减少，不过市长吴韋燮还是把握机会，将电视的购物平台推销台南在地优质文旦。这次是第20次来到东森农产了哈，那我们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小农卖得好，他们就开心。那有人说今年麻豆文旦比较少。为什么还要来这个我们东森农场来介绍呢？因为我们平常就要把我们的好东西介绍给更多广大的消费者，尤其是东森农场都是优质的消费者。因此呢，这个时候来介绍给东森农场，他们买的越多，将来等到我们这个丰收的时候，那么就不怕这个买不到，也不怕卖不出。所以说，东森农场是最好的行销管道，尤其产地直送，加政府50%的东森币。能够让这个消费者满意，这个生产的农民更开心。因为产量的关系，原本限量200箱，每箱6公斤重，真紧就卖完。后来佮追加400箱，总共600箱，无到40分钟，就全部销售一空。除了显示消费者对着台南农特产热烈的支持甲肯定，同时嘛见证了市长吴韋燮销售的功力。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宜山主神杯全国皮克球锦标赛将在9月20日2天，地点市新南国小顶场，估计吸全国165组的队伍参赛，竞争10万块的总奖金。台南市体育总会皮克球委员会主委林美燕嘛特别召开记者会，邀请民众做伙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由台南市体育总会皮克球委员会结合台湾圆山国际慈善事业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圆山杯全国皮克球的锦标赛，9月20日2天，将伫台南市的新南国小红武球场来举行。新兼体育总会皮克球委员会主委的议员林美燕，上午嘛邀请台湾圆山国际慈善协会以及市府体育局。甲着体育总会共同召开记者会，为活动来热身。匹克球委员会，加油！美燕接了主委以后，虽然短短的1年多我们办了无数场的全国性的比赛，全国性比赛啊，真正非常感谢我们的委员会里面的副主委也就是我们圆山国际慈善事业发展协会也就是我们的杨泽民呀，也就是我们本会的副主委。未来即将也接任我们中华民国全国性的主委，因为这一次还是一样由我们台湾圆山国际慈善事业发展协会我们也是每次都由他来主办这一次更有看头，这个更有看头，因为好像奖金蛮多的奖金当然我们的副主委给你报个奖金多少，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啊！奖金呢10分的丰厚，因为呢这次的总奖金共有10万块，好不好？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好吧？对，后来呢，这一次的比赛呢，它是我们那个匹克球委员会努力推动匹克球的一个成果。后来匹克球呢，它是一个简单易学，而且适合全民参与的一个运动。它从8岁到88岁都能轻松上手，是一个真正能做到合家欢乐的全龄运动。但目前呢，全台的匹克球人口已经超过了8万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运动呢，很快它会成为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这届比赛预计吸引全国165组的队伍参赛，争取10万块的总奖金。台南市皮克球运动伫个单项委员会推广，每年定期举办6人杯、青壮年甲伫专人杯以及全国的锦标赛。介意皮克球运动的人哪来哪济，主办单位邀请民众踊跃到场来观赏比赛，为选手来加油。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9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当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请你跟我这样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伫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予你有够力的资源，互女性甲中高龄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我有可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